大家好，今日我哋嚟講講一種好常見但好容易被忽略嘅眼疾——青光眼。你知唔知青光眼可能會靜悄悄咁影響我哋嘅視力，甚至會令人失明？唔使擔心，呢個視頻會帶你快快了解青光眼係乜嘢，佢有咩症狀，同埋點樣預防同應對。準備好未？我哋開始啦。青光眼係一組會損害視神經嘅眼病，通常同眼壓過高有關。眼壓就係眼內嘅壓力，如果太高，就會壓迫視神經，導致視野慢慢縮細，甚至完全失去視力。呢啲損害多數係唔可逆嘅，所以早發現、早治療真係好重要。有趣嘅係，青光眼呢個名嚟自古時，以前冇治療方法時，眼壓上升會令角膜水腫，喺光線下望落去似係泛着青光，所以就叫呢個名。但其實青光眼患者唔會真係見到青光㗎。青光眼嘅症狀因類型而異，例如閉角型青光眼可能會突然發作，尤其係夜晚或者暗環境，例如睇戲時。瞳孔放大會堵塞防水排出，眼壓急升，你可能會覺得視力模糊，望到光暈，仲有眼紅腫、頭痛甚至反胃。而開角型青光眼就靜得多，視野會慢慢變窄，但早期幾乎冇感覺，等發現時可能已經好嚴重。所以定期檢查眼睛真係好緊要。青光眼大致分為3類：先天性，一出世就有嘅，但好罕見，通常發生喺3歲以下嘅小朋友；原發性，原因不明，可能同遺傳或者眼內結構有關；繼發性，由其他病引起，例如白內障。講到白內障，佢會令晶體變厚，堵塞排水通道，可能引發閉角型青光眼。其他風險因素仲有中老年、糖尿病、高血脂等等。如果你係呢啲情況，記得多留意眼健康啦。而家要同大家隆重推介一款護眼產品 ——Freedy 眼壓鍵。呢款產品用咗專利強化 DHA 技術，透過再姿化同酵素合成高純度 DHA， 模仿母乳中嘅 DHA 結構，促進細胞吸收，可以增強抗氧化力，從而保護視神經，同時降低眼壓，以避免視神經受到損害。此外，仲可以改善眼部嘅血液循環。臨床實證，每日服3粒眼壓鍵，維持6個月，有以下改善：右眼平均眼壓下降 17.7%， 左眼下降 19.2%， 致炎性因子白血球介素-6L-6下降 40.4%， 眼內細胞總抗氧化能力 TAC 上升 7.3%。如果傳統保健品唔夠用，氫療法可能係最佳選擇。氫有強大抗氧化作用，可以選擇性清除壞自由基，促進細胞再生同改善血液循環。日本研究話，混合氫水同生理鹽水滴眼，可以保護視網膜神經，減少細胞凋亡。好啦，今日嘅分享就到呢度。青光眼雖然可怕，但只要早發現、早治療，就有效控制得到。保護眼睛由而家開始，定期檢查，多留意生活習慣，你嘅視界值得好好珍惜。如果鍾意呢個視頻，唔好忘記點讚同分享，我哋下次見。